主耶稣，你是得胜的君王，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一周的开始，我们渴慕来寻求你，求你睁眼看，侧耳听我们的祷告。你百姓要在这里赞美你，用诗歌敬拜你。我们呼求你。为我民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主必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主必要睁眼看，侧耳听我们所献的祷告。新的一年，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求主赐下平安喜乐，与我们每一位兄姐同在，也为昨天刚选出的立委总统来祷告。让新的总统及立委施政方向不偏离神的公义，
跟我们自己新的一年能更多将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也为今日的祭坛及服事同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完全的平安遮盖我们，我们不要让环境来影响我们的心，因为你的应许是信实的。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帮助我们关闭外界的声音，专注于你，帮助我们愿意空出更多的时间来寻求你，将你摆在我们心里的第一顺位，让我们更多渴慕你，更多来敬拜你，更多来寻求你的心意。我们也为昨天新选出的立委及总统来祷告，求神让我们的总统及国会立委施政方向不偏离神你的公义，行神你眼中看为正的事，竭力追求和睦，并有智慧和能力，让我们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台湾民主的进程更加的顺畅，国际外交得到突破和成长。也为富强教会长子同工及会友服事更得力，同心合意，灵命更成熟健壮，兴起更多服事的同工。也求主祝福今天高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让他的话语满有你的能力同在。求主恩膏我们每一次的聚会，赐下祷告、敬拜、赞美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每一次的聚会充满神你的荣耀同在。透过敬拜，使来聚会的兄弟姐妹都提升到主你的宝座并跟前，并经历神你丰盛的恩典。祷告、感谢，奉耶稣圣名求，阿们。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吟唱你的救恩。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主，你的信实是我们的盼望，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听祷告，你百姓是你所爱的。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
回去，我们呼救，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你的救恩必降临，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是的，阿爸父神，你的救恩必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赞美你，是配得赞美。当我们敬拜你时，求你充满我们，我们要继续的敬拜你，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来赞美主。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的。让我们再一次高举双手来赞美主。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
的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你生命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你生命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你生命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你。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乐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乐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更多，更多更多，让我们继续来敬拜，继续来归荣耀给神。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乐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
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你。和散那归，至高者散那，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和散那，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是的，神，我们要再一次说，你就在这里，你的荣耀就彰显在这个地方。主，我们要再一次说，你就在这个地方，你的宝座也设立在这个地方。主要用我们今早的敬拜，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成为一个馨香的祭，到达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再一次用你的慈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敬拜，完全的献给你。主啊，用我们今早的敬拜，真的是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回应你的恩典。求你在今天新的早晨，再一次将你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新的赐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在今早的敬拜当中更深的经历你，更深的渴慕与你同在的美好。主，我们感谢你。这个时候，我们也一起用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把时间交给诗慧。恭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以赛亚书32章15到20节，我们一起来念。等到圣灵从高处浇灌我们，旷野将变为田园，田园看似森林。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安歇在田园。公义的果实是平安，公义的效果是平静和安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要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宁静的安歇之地。虽然有冰雹击倒树林，城也夷为平地，然而你们在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愿上主祝福听他的话语又去行的人。献诗，请三营小组所要献唱的是丰盛应许的恩典之路。
谢谢三营小组的献唱，感谢主。讲到今天邀请到的是南中大专中心高伯恩牧师，为我们讲到他所要传讲的信息，从旷野变肥田，我们恭敬来领受。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主的带领让我能够代表大润中心来到富强教会，跟大家一同敬拜，也来分享上主的话，跟介绍大润中心的事工。待会在我讲到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位同学，他更进一步的来向大家介绍他在大润中心的学习，以及这几年大润中心都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在讲到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再一次来祈祷。上主，生命的源头，我们要感谢你，赐下生命成为我们的礼物，使我们能够与许多亲人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来连结，赐下时间成为恩典，使我们能够经历你奇妙的带领，也赐下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宝贝，让我们在这当中得到许多智慧。愿你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传讲的还有聆听的都从你来得着益处。我们这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自从这个2022年的县市长9合1大选选完之后，我们台湾的各个政党就开始进入备战2024的总统大选。终于在昨天历经了一场非常激烈的选战，在昨天有了最终的结果。这场选举打得很激烈了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萨卡都的选举都会很激烈。我国小的时候就是经历这个陈水扁在选总统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在学校里面选到最后，同学们都会反映出自己家庭背景的那个政治立场。在学校我们就会在那边喊说那个谁谁谁动算，用这个来当作是一种对彼此的呛虾这样。那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这种民主的 DNA， 它就深深的刻在我的这个骨头里面。这个民主的 DNA 也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刻在每一个台湾人的这个骨头里面。我不知道现在的国小的学生他们有没有像我们当初那么样子的受到影响，但是我想能够有这样子的成果，是我们台湾的福气。这场选举的结果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我想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些人会因此而感到有一些心情复杂，有一些人觉得可能蛮开心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拉长远一点来看，它对我们的社会都有一些帮助。我来举一个例子，在今年每一年的这个学期末的时候，我都会邀请大润中心的学生一同来回顾这个学期的聚会，邀请他们来分享说，哪一个聚会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在这一次的期末分享中，有2个同学，他们特别分享说，在有一次的这个议题讨论里面，他们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次议题讨论里面，我们将候选人去识别化，然后把他们的证件拿出来看一看，这样子。那看证件其实是一件有一点门槛的事情，因为好多证件都是我们不熟悉的。那同学就用 Google 一边查一边讨论，虽然有讨论的蛮火热的，但是没有火气。那一个手头组的同学他就说，透过这样的讨论，他更知道他想要把这个选票投给谁，
也更知道这个选举的意义，还有这张选票的重量。那另外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同学，他就分享说，他其实非常的羡慕台湾人在喊那个动算的感觉，因为他们马来西亚永远都是一个党会独大，怎么选都选不赢，所以人民普遍对政治是冷漠的。很多人会说选举结束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好好的监督政府，监督我们选出来的这一些民意代表。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身为基督徒，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应该要思考的一件比监督政府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如何用上帝子民的身份参与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如何用上帝子民的身份参与在这个社会里面？借着先知今天我们要看以赛亚的话，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32章，这是先知在审判过后发出的盼望的宣告。以赛亚在这里说，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安歇在田园里面。我们会觉得很疑惑，到底公平公义要怎么在旷野里面，要怎么在田园里面？以赛亚好像是在描绘一个处处充满公义公道的一个理想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有办法促成吗？这样的世界要怎么样子来达到？今天借着反思以赛亚所说的话，我们要一起来找到基督徒在大选之后持续关心参与公共议题的那一个基础。熟悉以赛亚书的弟兄姐妹一定都会晓得，以赛亚所说的每一个信息都有对照的历史背景，而这些历史背景都与以色列国犹大国的政治情势跟他们所遇见的国际危机有关。一般而言，学者将以赛亚书分成3个部分，因为根据他们所宣讲的信息，就对照到不同时代的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被归纳在第一以赛亚的段落。第一以赛亚特别跟主前8世纪亚述帝国毁灭以色列的历史有关。如果我们要明白先知所宣告的话，那我们就得要先认识这段历史。主前8世纪，以色列分裂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在中东，当时候的国际强权是亚述帝国。根据列王记下16章的记载，北国以色列曾经联合叙利亚要攻打南国犹大了。他们或许想要完成这个统一国家的大业。那当时候犹大意识到这个危机，他们就赶快去找了当时候最强的国际强权，就是亚述帝国，来成为他们的帮助。那在这个经验底下，果然南国成功的抵御这一次来自北国叙利亚联军的军队的攻势。亚述帝国没有停下来，他们接着进攻这个北国以色列，最终将北国以色列给全部灭亡。他们攻破了首都，将撒玛利亚里面的人迁到别的地方去住，将别的地方的民族迁到撒玛利亚来住。这为以色列的历史埋下了一个伏笔，也就是未来在争论血统纯不纯正的这个伏笔。当这个国际形势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南国的政治领袖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北国跟南国不像我们台湾跟中国有一条台湾海峡，他们是紧邻在一起，所以他们赶紧去找了当时候另外一个国际强权，叫做埃及，来成为他们的帮助。其实，这个犹大国的领袖，他们做这样的判断，合乎情理，也够务实。因为在过去他们国家的历史当中，他们就有一次这样子成功的经验，借着依靠一个强权，
来抵御首要的敌人，致使他们能够度过危机。但是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反对这样子的做法，那一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以赛亚他在31章，31章的时候，他这样说：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他们仰赖马匹，依靠甚多的战车，并依靠强壮的骑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他又继续说：埃及不过是人，并非上帝；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绊倒，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透过这些宣告，其实我们能够意识到以赛亚他要讲的就是，埃及是一个泡泡的希望盼望，不要相信他们。同时，我们也看见以赛亚他服侍的困境啊，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群不认识耶和华上主的领袖，还有不认识耶和华上主的百姓。他加重他的宣告，他在31章的结尾这样子说：亚述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要逃避这刀，他的年轻人必做苦工，他的磐石必因惊吓而消失，他的领袖必因大起惊慌。这是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如果用我们最近的这个处境来比喻的话，我觉得以赛亚真的很像那个站在造势晚会上面大声疾呼的那个最强的助选员，因为他想要改变，他想要透过他的宣讲能够影响人认识耶和华，能够看见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盼望。但是他做的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限，致使这一群以色列民持续他们悖逆的心。但是以赛亚他没有放弃，他在32章的时候开始宣告这盼望的内容是什么。他在32章的时候这样说：等到圣灵从高处浇灌我们，旷野要变为田园，田园看似森林，公平要住在旷野，公义要安息在田园。我们注意到，旷野之所以会变成肥田，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其中充满公义。因为有公义跟公平在旷野里面，人们才可以享受其中所结出的这个甜美的果实。照那个以赛亚所说，就是永远的平静以及安稳。如今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以赛亚所说的这个旷野，其实不是指真正的旷野，他是用这个旷野在比喻，用旷野的贫乏、不易使人生存的这个特质，形容社会里面公义缺乏的地方。换句话说，在社会里面，只要是公义缺乏的地方，就是使人不易生存的旷野。弟兄姐妹，在32章的1到4节，以赛亚曾经这样宣告，他说有一位王要用公正来掌权。但是在这一章的结尾，他却有另外的铺排。他说上主的灵要从上面降给每一个人。透过经文这样子的铺排，我们能够察觉，对以赛亚来说，要让旷野充满公义，使旷野变作能够让人得着滋养生命的这个肥田，并不是依靠一位王或是治理国家的领袖与官长，而是要依靠耶和华，还有一群愿意跟随耶和华的人，领受他的灵来这个社会工作。
我们会问，这样的人或许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呢？我想这样子的人有3个特质。首先，他们认识耶和华是生命真正可以依靠的根基。再来，他们以上主的教导作为反省道德与价值判断的这个标准。最后，他们被上主的灵所感动，所以愿意在公义缺乏的地方来工作，致使让上主的名来获得荣光。弟兄姐妹，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晓得，一个处处有公义、有公道，使人与万物都得享安居的环境，必须要依靠一群认识上主的人，透过信仰反省与实践来促成。我想我们已经可以回答我在一开始提出的那一个问题，就是在大选过后，基督徒要如何持续关心这些公共的议题？我们要这样说，其实关心这些公共的议题，根本与我们的信仰是互相连接在一起。因为在现代，基督徒就是以赛亚所说那一群要领受上主感动与圣灵的那群人。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于选出哪一个领袖来治理，我们的盼望是耶和华上主。基督是我们的信仰，同时也是我们参与政治、参与公共议题的立场，不是吗？所以在大选过后，或许我们应该要更用心的去听、去看、去发掘在我们生活周遭那些缺乏公义的旷野，用自己的一些力量，使这一些不公义的旷野有机会来蜕变成为滋养生命的田园。在去年的圣诞节，道安中心办了一场非常特别的圣诞礼拜。到这个10月底快接近11月的时候，我把同工们还有同学们都找来说，今年我们的圣诞节大家想要怎么办啊？我们的同学居然说，应该说去年的这个圣诞节哈，他们说去年的他们看国际的新闻，乌俄的战争本来好像已经要结束了，但是战火却继续延续。他们看以色列还有哈马斯的冲突，许多人意识到，今年或许我们不应该要办圣诞节的庆祝晚会，而是要一同来反思基督带来了什么样的平安。所以我们就以圣诞平安为主题，办了一场圣诞晚会。在这场晚会里面，我们一起省思基督带来了什么平安。透过讲师的分享，我们理解到，基督所带来的平安，并不是用一个强权压制每一个人，让这个世界都有井然有序的这种平安。基督所带来的平安，也更不只是我们在灵性生命里面寻求的这种平安。基督所带来的平安，指涉的是一种人跟上帝有对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活在上帝的治理之下，怎么样子能够实践这个信仰，让自己首先跟上帝有对的关系，让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在上帝里面看也成为是对的关系，让自己与环境所对照出来的关系，在上帝的眼光看也是成为对的关系。这样说来，基督所带来的平安，也要推动我们，促使我们去与人分享这一份平安。在这一个晚会之后，他们又规划了一场专讲。这一场专讲的主题探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大专的学生特别对这一段信仰告白里面对教会的论述感兴趣。这段教会论是这样说：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
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住民通过爱与受苦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的学生就在问，到底什么叫做通过爱与受苦来成为盼望的记号？其实爱与受苦就是耶稣基督爱人的方式，借着他钉十字架所流出的血，就洗涤了我们的过犯，使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生命中的黑暗面。借着他的牺牲，我们的生命更获得更大的肯定，以至于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若深刻体会到上主的爱，我们会想要回应他的爱。可是这又有问题啊！我们怎么说我们爱上主？他跟我们在不同的层次，不是吗？所以我们唯独透过借着参与上主的爱，参与上主爱世人、爱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去回应上主的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许多的挣扎，因为那是我们唯独爱自己所不用遭受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从现实要跨到理想，非常的困难。理想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或许在现实跨到理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许多的波折，我们会需要与现实做许多的妥协。但是我想，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群体，我们应该要更比社会更能够有韧性的去承担迈向理想所遭遇的一切委屈与挣扎。为什么呢？因为借着信，我们这一群人已经事先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结局。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上主他必然会使这个世界充满公义，万物都得着更新。而现在，我们正走在这一条路上。要迈向理想不容易，但是唯有在爱跟受苦里面留意这种挣扎的感受，我们才会更清楚我们在坚持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这条道路或许很艰难，很难走，要让不公义的旷野变成有机会滋养人生命的肥田，真的很不简单。就像是在以赛亚书，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19到20节所说，虽有冰雹，会有冰雹来攻击树林，这个城镇也会被夷为平地。但是，我们这一群看得懂又愿意这样做的人，被上主应许是有福的，因为他说：“然而你们在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你愿意在缺乏公义的旷野里面，跟上主一同栽种公义吗？愿上主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有勇气去爱，有勇气承担受苦，就如同我们信仰告白所说，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一同来祈祷。主耶稣，谢谢你有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朋友，更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通过你的牺牲，我们获得一个新的基础。求你的灵持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走信仰的历程里，能够时刻被你影响，日日更新，致使有一天我们能够承担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使命，有机会在公义缺乏的旷野来大声疾呼，如同先知以赛亚，也如同过去我们许多的信仰前辈，努力的让这个旷野转化成为滋养人生命的肥田。主，求你当我们这样行之前，先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使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丰满的意义，致使我们有能量与每一个人来分享我们的生命，
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接着我把我们的时间交给同学，他是我们教会的青年小韩。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邱小涵，那现在是成功大学航太研究所的硕士生。我在大专中心参加成大团契，那平常的时候我也在富强教会聚会，在敬拜团服侍。那今天很开心可以代表台南大专中心向大家报告大专的事工。非常感谢各位弟兄姐妹一直以来对大专中心的支持与带导，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么多美好的事工。那邀请大家一起打开周报里面夹的大专中心特刊。那大专中心主要的服事的对象就是大学、专科、研究所的学生。那我们有11个团契，平常在团契会有固定的团契聚会。再打开这个折页，这是我们整年度的事工。那会有开学礼拜、圣诞礼拜、毕业礼拜、读书会、信仰培根营，跟各教会联合的夏季学校。那这些的活动都是联合各个团契，其中读书会非常特别，我们读的书范围很广，从神学、心理学、社会学到文学都有。透过读书会的讨论，学生们会分享各自的观点，从不同的领域和基督信仰连结。每读完一本书都会有新的视野，在这里可以和很多同伴一起筹备事工，追求信仰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从大学1年级开始，我就在大专中心聚会，今年是第5年。那一位学生在大专中心聚会的时间其实很短，读专科就是5年，大学4年，如果读硕士再多2年，大概就6年的时间，毕业就会离开这里。那在场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已经在富强教会聚会6年，甚至10年、20年以上的时间，因为知道学生待在大专的时间非常非常有限，所以牧师辅导从一入学就会一直提醒我们在这里聚是为了散，这个聚不是为了要把人留下来聚，是要提醒我们好好珍惜可以相聚的时间。每次的相聚都是为了散去的时候累积力量，希望学生毕业后不管散去到哪个地方，都可以抱持在大专中心的所学持续成长，秉持 SCM 学生基督徒运动的精神，在生活上、信仰上成为新知的探究者、社群的服侍者、社会的批判者，走在追寻真理的道路。那大学其实是一个充满很多不确定的时期，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到外地来读书，要适应新的环境，适应和高中很不一样的上课模式，很不一样的大学生活，然后还要思考自己毕业后是要继续读研究所，还是直接出社会就业。那现在读的这个科系真的是我喜欢的吗？我真的要把这个科系当成我未来到退休前的职业吗？我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疑惑，非常多的困惑，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选择。那大专中心的辅导牧师，他不会直接就给学生们答案，他也不会催促或是要求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而是营造一个可以安心谈话的空间，陪着我们一起讨论不同的可能性。那在每一次的相聚，持续的培力学生，让学生慢慢去学习和这些不确定性共处，在这个当中感受和上帝会遇的时刻，保有对生命的盼望和热情，带着那种从内而外的力量主动去行动，然后在毕业后也可以带有这样的精神继续的成长。再次感谢弟兄姐妹对大专中心的支持与奉献。如果你也认同大专中心的事工，愿意一起支持牧养学生，在周报里面有奉献袋，或是可以扫奉献袋背面还有特刊背面的 QR code， 用信用卡每个月定期小额100块、200块的奉献，每一笔奉献都会成为大专中心的力量，
持续栽培每位学生生命的成长，让这些青年成为教会未来的盼望。那如果有正在读大学的学生，也欢迎加入各地的大专中心团契一起聚会。谢谢大家。感谢上帝使用大专中心成为这些学生们很棒的帮助，特别在这个少子化甚至是很多元的时代，让这些基督徒的学生们得到一个属灵造就培养的一个机会。而我想这也是大专中心在这个世上，在我们台湾这个国家一个很重要被上帝所差遣的一个工作。我想如同伯文牧师所说的，我们除了是上帝的子民，我们也是地上公民的身份，所以上帝也差遣我们到各个地方去寻找我们上帝使用我们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这时候我们也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叫做《差遣我》。在这首诗歌之后，我们一起为了一些事情，我们一起来公祷。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当作是我们今天的回应。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战斗。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经过他们的手。我们再次从头来唱。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战斗。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经过他们的手。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来回应刚刚的讲道。我们向神来祷告，求神将一个感动放在你的内心当中。当我们同时是上帝公民的身份，当我们也是地上公民的身份，求上帝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国家，甚至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所接触到每一个人当中，求神差遣我们到那个需要的里面，让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所行的道路旨意是什么。我们也为了大专中心不断的祷告，求神赐福在大专中心，在高牧师的身上，在他们的专职的同工身上，在这些学生身上，让他们透过大专中心，使他们的生命不断被提升，不断被装备。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当中身心灵软弱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求神来帮助，求神来扶持他们。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事情，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在当中，主，我们一起开口来希望我们自己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是在我们的看顾里面，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谢谢你看顾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当中，感谢你是我们的看顾。主，我们带领我们到我们的每个时刻当中。
谢你是带领我们，主，谢谢你看顾，主，谢谢你。阿们的父神，我们在这人面前向你献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主，谢谢你的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所要使用的器皿。主啊，求你差遣我们，让我们不论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当中，主啊，使用我们，让我们找着你摆放在我们内心当中的感动以及旨意。主啊，使用我们，让我们到需要的人群当中，使用我们可以在每一个阴暗的角落，使用我们的生命来分享祝福，分享你的爱。主啊，特别使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成为这个社区、这个地区的光和盐，让我们的教会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祝福。主啊，求你特别赐福在大专中心，求你看重他们手中所做的这一切的事工。主，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工，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主啊，求你帮助这些青年、这些学生，当他们来到大专中心的时候，让他们的生命透过牧师、透过他们专职同工的带领，使他们的生命再一次的晋升，使他们对信仰有更多的认识，使他们对自己的生命也更加的认识。主啊，求你大大的赐福，使用大专中心，成为这些学生的祝福。主啊，也求你再一次与我们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你带领他们，帮助他们，特别在他们的需要当中，主你已经知道了。主啊，求你来扶持他们，求你再一次让他们得着刚强，再一次得着从你而来真实的平安，带领他们，也再次叫每个弟兄姐妹全然的交托仰望，求主你带领我们前方的道路。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除了是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之外，今天我们也有特别安排一个见证的分享，就是有关于我们最近教会我们要再一次的推行新一期的门徒学校的课程，所以今天我们也再一次的邀请一位参与过的学员，要来跟我们分享他在这个课程当中他的一些经历以及一些收获。我们一起来拍手来欢迎我们的怡子姐妹，要来一起跟我们分享。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怡之，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去年参加门训课程的原因跟心得。我的原生家庭是传统信仰，在2017年12月因为结婚来到富强教会，之后小孩出生，因着先生想让孩子接受小儿洗礼，我就在2019年12月跟着孩子一起受洗了。虽然婚后就是每个礼拜天都跟着先生来到教会来参加主日礼拜跟小组聚会，但对我而言，这就像是上班打卡例行公事一样。我的属灵生命呢没什么改变，直到2022年的8月，我的先生圣吉接任果子小组组长一职，对我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就是像被雷打到一样，一个属灵生命还停留在幼稚班的我，就是怎么帮助先生一起牧养小组呢？但在我抗议无效之后，我决定要务实一点，想一想，怎么面对未来的困境。但如何在短时间之内建立我薄弱的真理根基呢？就是感谢主听到我的呼求，在2023年2月为我预备了教会的门训课程。当我知道开课讯息之后呢，我是第一个报名门徒训练课程的学生。透过19堂课，大概5个月的时间，让我更清楚地了解我们的这位独一真神，什么是十字架的救赎，什么是圣灵，如何建立灵修跟祷告的生活，门徒的价值观跟家庭观等等。门训课程透过圣经的话语、讲师们精辟的解说和生命故事的分享，并搭配课程研读《标杆人生》一书，都让我更认识基督教的信仰跟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门训课程它内容目标明确，架构清楚，那深入浅出的整理重点，让我在短时间之内能够装备自己。那去年7月完成门徒学校第1阶段的课程，当时我先生想举办幸福小组传福音，
一开始我很害怕，但想起在门训课程当中，谢牧师说过，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而是需要开始了你才会很厉害。因为门训课程让我对真理跟恩典福音有更基本的认识，也更有信心的与新朋友分享我们信仰的美善。因此，感谢主，我们顺利完成了4次的果真幸福小组，邀请了11位的 BEST， 最后有2位受洗成为我们主内的家人。新一期的第1阶段门徒学校的课程，即将在下个礼拜天，也就是1月21号到6月16号，每主日早上9点开课。欢迎还未上过课程的兄姐，不论你是资深的基督徒，或是刚受洗的基督徒，甚至是稳定参加聚会的慕道友，我都非常推荐大家报名参加，一定会有满满的收获。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怡子姐妹的分享。那么我们第1期的门徒学校在下个礼拜第1堂的主日就要开始，早上9点会在我们的教育大楼。那如果人数更多，可能就会改到我们的宣教大楼的3楼，我们会通知学员。那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会友，我们在1楼的办公室可以来登记报名，今天就可以领讲义 ，OK？ 好，那现在我们来奉献。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请坐。背诵金句，我们来看周报最后1页，下面我们用华语来念2次。请，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诗篇103篇8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诗篇103篇8节。现在由我来报告。我们来看周报的第2页。下周主日敬拜服事同工，主理甄瑞平牧师，诗会邱怡执事，
那么其他的服事同工跟职业的侍奉，请大家自己来看。我们翻开第4页的肢体交通本会消息。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来谢谢南中大专青年中心高牧师来到我们教会，请安。让我们一同来继续关心大专青年的事工，谢谢高牧师。第2点，我们在昨天已经完成台湾大选，总统大选也已经顺利的来完成。我们要继续的为我们新任的总统跟副总统，还有立委以及台湾的平安族群的和谐来代祷。我们看第6点。本会定于2月27到28号，我们要举办小组长的退休营，主要是为迎接50禧年感恩的节庆，教会建造更新成长。那希望各牧区的小组长都能够一同来报名参与，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做登记。我们看第10点，其他本会的消息。本会喜讯，我们要恭喜花文凯长老及明月长老娘他们的长女于君姐妹，还有浩义弟兄，在上个礼拜上主赐福让他们得到一个男婴。我们愿上主祝福他们小朋友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那在新楼互助社在今天的下午1点50分，在长荣中学大礼堂举办会员大会。如果我们会有本身你是新楼互助社的会员，也欢迎能够去参加会员大会。全程参加，好像还有礼金可以领。是，好，我们看第3点丧礼的消息。本会陈国伟弟兄的母亲吴秀芝女士，也就是秀金姐妹的婆婆，在1月3号安息，享年70岁。那他们的告别式已经在上个礼拜3在新营举行完毕，请我们弟兄姐妹能持续为这个家庭来代祷关心。我们看第6页，门徒培育事工研习。我们看第4点。冠冕真道理财的课程招生，2024年度的冠冕真道理财的课程，我们已经开始招生。那这个协会就是有理财有道跟经营有道的课程。那每个课程只要满8个人，我们就随即可以开班。那上课的时间是在礼拜4的晚上7点到9点，地点呢在我们富强教会的咖啡书房。欢迎弟兄姐妹，您对于理财，对于圣经当中教导的正确的理财观，你有兴趣，你希望更多的认识，我们欢迎你能够扫这个 QR code 来进行报名。我们满8个人就会随即通知开班。那我们看第5点，哀伤陪伴及婚姻关怀的事工消息。哀伤陪伴的课程，我们新的一期预计在2月26号开始。那智慧的抉择课程主要也是要帮助婚姻遭遇挑战的亲友能够安静心不仓促做决定。这相关的课程也是一样，扫描这个 QR code 你就可以得到新的资讯。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富强教会这么好的一个有关婚姻关怀事工的一个课程分享给你的身边需要的朋友。好，那牧区团契消息还有奉献的部分，如果有出入请向我们的财务部这边来做更正。那请曾牧师有没有要补充？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牧师有几件事情再跟大家再来报告一下哈。刚刚我们有透过遗子姐妹的分享，以及上礼拜我们透过启智小组长的分享，明白这个我们教会有在做门徒学校的一个课程，下礼拜要开课了，所以再次的邀请也鼓励大家可以来参与这个课程。那不论你是刚加入教会、刚受洗的基督徒，或者是你在教会已经很久的基督徒，都欢迎你一起来参加，一起透过这样的课程再次装备自己，也对信仰有更深的认识。另外，我们教会从今年开始，我们有在推行370天的读经计划。今天是1月14号，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的话，你现在牧师先帮你算了一下，你现在错过了56章。那怎么办？没关系，你从今天开始每天再多读1章，3月就回到原本的进度了。所以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鼓励你可以开始参加。好，不是说这是一个功课或者是一个规定，而是透过读经、透过灵修，也再一次可以加深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识。也透过每次的读经、每次的灵修，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上帝的话语。所以鼓励你可以的话，也一起参加在教会今年所推动各项的门训，以及这样子查经。好，我们还有抄写圣经的活动，也鼓励你一起参加。另外，我们在下个学期开始，下个学期开始，我们教会透过418咖啡，我们有一个果子学园的一个新的服事的工作要开始展开。那我们有分2个不同的部分要来做招募。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来招募志工，我们要招募志工，可以来在下午的时段，在我们的周报有写到，礼拜1到礼拜5的下午3点半到5点半，我们可以招募志工，可以到这个课后班的地方来陪伴这些孩子，来帮助这些孩子。那另外一个部分，也要在针对这个418的果子学园来招生。而现在这个要招生的是国小中年级的学生，国小中年级的学生。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邻居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有这样子的学生，刚好又住在附近的，邀请他可以一起在礼拜1到礼拜5，就是下学期的这个时段，可以一起来参与，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个418果子学园的一个的事工。我相信这会透过这样的外展事工，也可以接触到许多的家长、许多的孩子，也让我们的教会可以为这个社区、为这个下一个世代来分享我们教会所有的这些恩典以及祝福。那其他的消息报告，我们的司会已经报告非常清楚。那有一些消息，大家可以再自己来参阅我们的周报。那牧师报告在这个地方，我们把时间再给我们的司会。颂荣，我们一同起立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结束，请高牧师主导。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恩惠慈爱，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圣灵加倍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会众请坐。